香港恒生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匯聚頂尖師資，課程獲業界支持，有廣泛認受性，幫助大家成為 AI 時代最搶手嘅科技人才。計算機應用榮譽理學士課程係一個4年制嘅專業課程，同一般 Computer Science 相比，更強調實用而非理論。課程設有多個應用學科，涵蓋 Software Development、AI、UI/UX Design 數大範疇，亦有選修科涵蓋 Machine Learning、FinTech、Game Design 等10多個科目，學生可根據興趣選擇。我哋嘅課程獲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士課程認證，同時被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或政府學費資助。我哋嘅畢業生出路廣闊，同時起薪點高於本港大學畢業生嘅平均值。同學可以透過 internship 實習計劃獲得寶貴嘅工作經驗，又可以透過海外交換生計劃到海外大學交流1個學期，拓展視野。每位同學亦都有自己嘅個人導師，解答各種疑問。課程結合業界頂尖資源同實戰科研，學生畢業即具備核心競爭力，未來職場自然前景無限。博雅怡專業嘅 computing 課程有良好嘅前景同認受性。緊密而友好嘅師生關係，多元化嘅校園生活，培育全人發展。香港恒生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歡迎你加入，一齊 Connecting the Future。